我们常说眼见为凭，有图有真相。不过在传播科技推陈出新的新媒体时代，即便看到影像、听到声音，也未必全都是事实。所以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团队持续和市立医院的健康促进课程结合，巡回社区宣导媒体识读。20号下午于东安社区活动中心邀请许多长辈来听讲座。会中中嘉宽频三冠王双星总经理陈建春表示，在疫情假消息充斥之际，千万不要让媒体牵着鼻子走，一定要有批判思考能力，永远抱持怀疑，并呼吁查证勿转发。咱这个社会其实有足多类似像这款假物件，然后它一直在市面上流传，那大家要哪去判断？家己要有一个方法，看了物件唔通第一时间像我母啊，就是定安尼。我母啊差不多，我母啊是80岁啊，伊嘛足够用手机啊，号码是会甲我来，就甲透早就甲我传讲，什么物件你着爱食，什么物件你着爱看。有时候我觉得说，这到底是对啊唔对，我嘛爱经过判断。但是可能有诶较济岁，伊较无即款个训练，伊突然间看到，感觉讲哦，这足重要，我要紧甲我囡仔讲，我保护我囡仔的安全，好意。但是有当时都有问题，我们自己可以去做一些简单的判断。第一个就是讲，伊到底有写伊的来源，还是这个写出来这个人是什么人？咱有熟悉无？这第一个可以去判断。第二个，他是不是透过可靠的来源来的？譬如说，猫猫官网，过来讲，咱迄个市立大学美伊的官网发出来的，总没有唔对吧？为让社区长辈可以融入课程，陈总经理全程以台语亲切的口吻，加上有奖征答的互动，确实达到很好的效果。也希望大家都成为媒体素养的尖兵，来帮忙宣传。今仔日上的这节课咱对咱这银发族的啦，这长辈时代有真大的帮助。尤其这款假新闻，即马伫这个社会非常多就对啦。大家会当互伊有一点概念，会当较熟去认识讲，这判断讲这是真的，还是假，袂使黑白去宣传，还是黑白传来，还是传其他的管道去讲给别人听。我们在还没有分辨是不是消息的时候，我们要停看听，然后呢从各方去做查证。所以今天很感谢我们那个中嘉这个媒体的那个陈总经理来跟我们上这个课，让我们这些长辈都能够借由这个常现在这个 LINE 是一个大家很常用的一个软体，所以那个可以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说什么样的消息我们才可以相信，什么样的消息我们不要随便的去转发这样子。一起对抗假消息，赞！记者郭文吉、李银庚台南报道。